拉姆納拉揚拉姆，馬哈普拉布是我家族的一員，他傳播了愛與名聲，他曾被囚禁被投入水中，正是我與他的血緣關係使我也走向了監獄。馬哈普拉布至今仍然聞名，而我體內流淌着與他相同的血液，我希望以愛國心和愛繼續前行。要成為一名領袖需要大量的訓練，但如果有現成的領袖出現，事情就會變得容易得多。對我而言，要更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並不容易，局勢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，但國家終將實現團結與和平，美好的日子將會再次到來。我正在走在危險的山路上，請與我合作。現在我要談談靈性，我所給予的名字是一種普遍的旋律，請跟隨這個旋律。其次，僅僅修行靈性是不夠的，我的信仰是正義以及照顧父母和兄弟姐妹的責任。將來會有一個國家，一個信仰內塔吉也希望如此。如果他來了，他會因看到沒有分裂而感到高興。